娛樂界著名經理人陳志強先生，筲箕灣街坊福利會監事長林榮根先生，何潤光師傅、龔國良師傅、吳天師傅、林石超師傅、任少強師傅、黃飛鴻的孫黃元德師伯、黃飛鴻夫人莫桂蘭的傳李燦魔師傅、黃宗漢師伯、關永賢師叔，有請以上咁多位，我哋排名不分先後。有請頭先讀到咁多位招生女士師傅到台前，為我哋進行呢個簡單而隆重嘅開幕儀式。得，我影緊 video 啊，我影緊 video。好，現在有請咁多位為我哋進行呢個，我哋跟上先，影一相先。